綦江桥从浮桥到铁桥，凝聚几代中山人的心血，城市发展的缩影。广东中山时期。1950年搭建的木結構綦江橋，1950年搭建嘅木結構綦江橋。1976年改建成鋼筋混凝土和鋼結構結合的綦江橋。1976年改建成鋼筋混凝土同鋼結構結合嘅綦江橋。2013年重建的綦江橋，2013年重建嘅綦江橋。綦江橋位於中山市石岐區，橫跨綦江河，東接孫文西路，西連富華道，是連接石岐東西兩岸的重要通道。早在1931年，中山便計劃修建綦江橋，但因資金不足，僅立下4個橋柱便被迫停工。抗日戰爭期間，為躲避空襲，曾搭建簡易竹橋，卻隨戰亂被拆。1950年，在南下解放軍協助下建成，耗資2.17億元就地，是綦江首座橋梁，也是廣東橋梁史上最早的開河橋。初建時為簡易人力開河木橋，中間設浮船，通航時需撐開讓出河道。1976年改建為鋼筋混凝土與鋼結構結合的開河式吊橋，總投資43萬元。1984年橋面擴寬至19米，2013年因老化拆除重建，2014年新橋通車，保留開河特色，拓寬至20米，成為廣東唯一仍在使用的開河式鐵橋。從浮橋到鐵橋，綦江橋凝聚了幾代中山人的心血，是城市發展的縮影。綦江橋位於中山市石岐區，橫跨綦江河，東接孫文西路，西連富華道，係連接石岐東西兩岸嘅重要通道。早在1931年，中山便計劃修建綦江橋，但因資金不足，
僅立下4個橋柱便被迫停工。抗日戰爭期間，為躲避空襲，曾搭建簡易竹橋，卻隨戰亂被拆。1950年，在南下解放軍協助下建成，耗資2.17億元舊幣，是旗桿首座橋梁，亦是廣東橋梁史上最早嘅開合橋。初建時為簡易人力開合木橋，中間設浮船，通航時需撐開讓出河道。1976年改建為鋼筋混凝土與鋼結構結合嘅開合式吊橋，總投資43萬元。1984年橋面擴寬至19米，2013年因老化拆除重建，2014年新橋通車，保留開合特色，拓寬至20米，成為廣東唯一仍在使用嘅開合式鐵橋。從浮橋到鐵橋，旗桿橋凝聚咗幾代中山人嘅心血，係城市發展嘅縮影。旗桿橋從浮橋到鐵橋，凝聚幾代中山人嘅心血，城市發展嘅縮影。廣東中山石岐。